伫咧300外当前，有一台西班牙航船圣荷西号伫咧加勒比海沉落去。风声讲，这只船顶头有价值超过6000亿台票的宝贝。即马哥伦比亚政府是宣布要落去海里来敲吹。那西班牙附近的玻利维亚，还有当初是发现到船只的美国公司，拢要来抢这宝物的所有权。船只残骸内面设计拢是银角啊，佮有大量的灰啊。这只困伫加勒比海海底有3世纪，船顶疑似有200亿美金、超过6000亿台票珍宝的西班牙沉船圣荷西号，最近搁一摆变作国际焦点。哥伦比亚政府23宣布讲，会投资750万美金的经费，对圣荷西号做探勘和打捞的作业。Lo que le queremos decir hoy al mundo es, queremos dejar como legado de este gobierno del cambio las capacidades para que los niños, niñas y jóvenes colombianos puedan tener elementos de investigación en patrimonio subacuático, una ciencia o un área del conocimiento que no ha sido desarrollada con especial énfasis en el mundo. 圣荷西号伫1708年要登来西班牙的时阵，伫加勒比海的港口卡塔赫纳附近，互英国军队拍甲沉去。船顶600外个人，敢若少数人活落来。哥伦比亚2015年发现伊的残骸，学界分析了认为讲，圣荷西号迄当阵是要登去进贡，研判船顶有大量的黄金、白银和翡翠这贵重的宝物。不过哥伦比亚政府强调讲，登船顶贵的是伊的历史价值，毋是钱。因按算春天要开始探勘，第一阶段会先派水中机器人伫水下600公尺，确定对一寡碎片适合提出研究。Ustedes saben, los materiales son muy frágiles y necesitamos garantizar que los procedimientos y los protocolos de conservación estén lo suficientemente desarrollados para evitar perder o tener algún tipo de incidencia negativa frente al contexto. 拄了好起来有困难，佮有法律和外交争端爱克服。事实上，各国伫2015年发现圣荷西号了后，就和几个国家针对保障的所有权陷入法律的争议。西班牙认为讲，保障伫西班牙的船顶当然都是因的。玻利维亚的关注人士指出讲，西班牙人伫殖民时期强迫当地的民众开采贵金属，保障应该是关注民的。佮有一间美国的打捞公司，讲是40当前就发现圣荷西号啊，嘛有权利来得到保障。哥伦比亚政府目前是和玻利维亚的原住民达成共识，会向部分财物予原住民，而且和西班牙来讨论双边协议。另外，美国的打捞公司是已经提起诉讼，要来求圣荷西号的经济权利。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。